我们要用20分钟赶到老师家楼下。开始吧。今天实在是抱歉啊，擦的也不严重。速度已经够快了，20分钟内到达没问题。再等一等。 20分钟只够见到你师傅最后一面了。我的目标是再抢这点时间，然后你跟西塔老师好好告个别。张老师，谢谢你。西塔老师，药现在我都跪在草地。老师，死亡是无法改变的节点。已经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没事。 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，我会牢记这8个字的。不单只要牢记，还要揣摩砥砺，然后豁然开朗。走吧，再见了，老师。